那讲到立冬乌鱼就正到时，中华新港今年头一批饲的乌鱼已经来收，不过受到今年暖冬的影响，乌鱼有较细尾，乌鱼子嘛较细皮，平均一斤就落200块左右。现掠乌鱼一种花，渔民无用台鱼取乌鱼子。这是中华新港头一批收成人工饲的乌鱼，在问路的民众一透早就伫现场等要买鱼。这个季节的乌鱼较好吃，你若讲好像到哪一个时段的话，那个肉质就是有一点比较不好这样之类的。我嘛是算讨爱人啊，对这鱼啊吼，讲究新鲜，你若话我太的限制肉价足好食，这算内行的咧食的啦。渔民表示，乌鱼是含大鱼，爱寒鱼仔才会大。最近这几冬因为气候暖化，乌鱼是愈来愈歹饲，愈饲愈细尾。烧个3、4冬就烧无鱼啊，人卖啊。因为安怎讲，拢放袂趁啦，拢全然放的，拢全然死亡率足多啦，佮只啊价效佮卖袂好啦。啊，刷入去的时，佮再你像今年啦，暖冬这几冬来拢要抬8两上的、7两上的，几乎会使讲足少啦。啊，即摆咧抬拢3、4两。渔民讲，乌鱼仔爱放3年才有法度收成，今年大约收5000尾，但因为天气热，乌鱼较细只，乌鱼子嘛较细皮，乌鱼壳一台斤65块，乌鱼子每台斤1,100块，价效拢有比旧年俗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